叮当当当当当当，船今走，真紧着行过天乌沟，也会问歇困，搁食等候，搁无偌久着到山头。当当当当，到山头。哒叮当当当当叮当当当。你不是在场上哦，前面有个学生讲说：“大刀姐啊，对我行，对我行，逛者逛者逛者换钱，换者换钱换钱啊！”缓落，缓落，用力一点。好，桌子放好，到你上，屏风放在挡。小节，然后分两，然后再转过来，转。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放谁，糖。向前。清平好意，高兴。清平好意有满听来。啊是台湾转来我大财，死某的查某什么开始的？我都准备开始。阿西台湾转来谁哦？阿是台湾转来我大财。阿是台湾转来我大财。转来转走。我大财，死翁的查某，我无爱。迄个戆查某，摕钱互我开。你唱得很好。表情没有，表情不够。我轻我一点。台湾正南哦，台湾正来。我大财，就熟了。死翁的查某。你眼睛不要去眨，你的那个坏习惯。啊，对，迄个死翁的查某，我无爱。哇，迄个死翁的查某，我无爱。嘿，迄个讲查某，最后一个音要转身。迄个讲安尼，迄个讲查某，摕钱，摕钱互我开。大方的。老师不是讲身段，老师在讲表情的事，表情跟情绪的事，表情是做表情。情绪啊，不要，你真没有表情啊，表情做出来。再一次来，唱歌再一次，紧张开一点，紧张开一点。来，帅一点，说帅一点。真亮，高兴一点，笑笑，对，很帅呀。本经好意有我听来，对，这样就对了。阿是台湾转来我大财，死翁的查某我无爱。迄个戆查某摕钱互我开。安尼就对啊。嘿，我说了。接下去，我来去招待人客。嘿，我查啦，我来讲你袂记啊。今仔日是阮囝伫咧做晚会，人客啊来互我请，来互我请，安尼。要说话。对，今日阮囝咧做晚会，人客啊来互我请，来互我请。坐台下都是你的客人。哎呀，好，知道吗？今仔日阮囝伫咧做晚会啦，人客啊，来互我请，拢来
做满月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拢来互我请，啊，拢来互我请，来互我请。来呀来呀！够啊够啊，就是这间，就是这间。拿刀子，我等到那边哦，在旁边耳朵旁边，哎对。拿刀子啊，听我讲，这间新厝啦。拿刀子啊，听我说，这间新厝抹袂花，阿死就是住这地，伊骗你的钱，转来发大发财。嘿嘿嘿，今仔日影片。哦，安尼有无拗阮也拗会落。来，阿西就是阿死就是住这地，听讲今仔日因囝伫咧做满月，吼，伊骗你的钱。伊骗你的钱，转来大发财。无啦，安尼哪会安尼啦？我靠，叫老太太，你都无讲啊！来，这对拿刀仔啊，拿刀仔啊，身段是讲哪一句？这个身你段。拿刀仔啊！你讲到位啊，到位啊，拿刀仔啊！到位啊，到位啊！拿刀子，你到的时候要先看。他出新出的是他先出。他先出，他先出。好，来，然后来，快点。哎，是啊，到位啊！你要先看呢，到了啊。好，出来，走，定位，按下。对。到位啊，到位啊！就是这间，就是这间。拿刀子啊，听我说，这间新厝抹白花，阿死就是住这地。听讲，今仔日因囝伫咧做满月，门口点灯搁甲菜，吼，伊骗你的钱，转来大发财，一定亲情人客满大厅，围厝围厝内。你你若要出手，就对我来。拿刀子啊，行，甲我你来去。阿死啊，阿死！镜头行入大厅边，大声就喊，就阿死，就阿死啊，就阿死！你慢慢叫阿西啦，先讲镜头的这句。哦，所以那两个才叫 OK。我入来去哦。我入来去哦。手上。再讲，镜头行入大厅边，大声就叫阿死，现在叫。就阿死啊，就阿死啊！你甲我出来，你甲我出来啊！来，安尼来。镜头咧，行到大厅边吼。大声就叫就阿死，大声就叫周阿西。就阿死，周阿西啊！你甲你爬出来！你甲你爬出来！你看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安尼唔叫。我昨昏就做安尼，互伊看啊，伊今日搁做安尼。你哪个该算小？伊个乖你去啊，他里面。你们两个像一样的，还啦。来。镜头行入大厅边，大声就叫周阿死，周阿死啊！你甲我出来！你甲你爬出来啊！周阿死！好，出来。叫甲遐大声是为啥代？我来讲，你叫他大声，不要看到他啊！你是很忙出来的。我听到人家讲大细声啦，你安尼讲，你代数安怎讲？啥人在咧我安尼大细声是为啥代？因后壁啊，啥人叫他大声是为啥代？啥人叫他大声是为啥代？然后再看到，哦，不要先看到他哦。好来，先看观众。啥人叫他大声是为啥代？金头诶，金头你搞大呀？金头诶啊！快讲哦，很惊讶。你是当做没事哦。你哪看你去谈的？哎，你看到他当做没事哈，为啥代？哎啊，金头啊！哇，那，像好兄弟那个样子。他很生气，你不生气。书记要拿扇子，好来，那是孙家的。对，要记得，要记得。好，走。是啥物人？放他大声为啥代？是啥物人？我甲大声为啥代？金头诶！你莫忘记，互伊冲你。他大声来，是安尼，不可以小点安尼。金头诶！你是伫当时倒？金头诶！你是伫当
头看到你真欢喜，安尼是镜头看到你真欢喜，你是镜头兄弟，不是我，你靠边啦，你靠边啦，老师，靠边啦，好了，我看到看到金头爱真欢喜。电视都灯来，一起电视都灯来。哎，镜头诶，哎呦，看到镜头真欢喜，啊，你是当时转来？我见猫青蛙会对无？你转来我哎，我你会转来我无味啊，我见猫会会哎，你安尼是温馨啊，安尼，啊，这个大嚣张你那是阮见满会啊嘞，先打这边，哎，然后就你那是阮见满会啊喏，吼，它好爽的那种。哎，金头诶，啊你是伫当时倒转来？我嘞，看到金头真欢喜，手免紧张。我看到金头真欢喜，啊你是当时，你会转来，我真，我无意，我无意，哎，今日带阮囝做满月的日子。来，我请，啉烧酒来讲迄当时，较济，我请，啉烧酒讲迄当时，大东西啊，超爽的。来，啉烧酒来讲早当时，请者，小等嘞。就乖哦。对，来，请者来。你刚进来就要放桌上啦。哎呀，不然啊，来啊，生气啊！咱叫啊，先来啊，再叫安尼无。你讲买过。来，我请，来啉烧酒，来讲早当时，较济。哎，等咧。等咧，啊，就落歌好。啊，动起来意思吼。来，我请，来啉烧酒，来讲早当时，较济。等咧。哒哩哒啷哒哩哒啷，哒哩哒哩哒当当在当。有一个爱花的女客，在你花店里做头家，伊要来甲你好咧，好命好生生两个。哎，安尼哦，现在在流声啦。安尼哦好，我落去准备酒菜。来，你安尼，你讲煞，你即摆唱煞了无？来。好命好生生两个。安尼哦，好，我里边唱酒菜。哦，这个知道吗？高兴一点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我来去传酒菜。对，好，这里说。哦，这个阿星哦，等下你，那个，好，这个阿星又在洗我。哟，等下你就过来。记得，来，来，林永贵老师，当当当当，林永贵，永贵哈，李贵，金头的啊，听着金头你地输的，让阮家囝做满月。大家要加安尼金头爱加油。哦，你够本的。来，你有汤酒的嘛？来，你摕头一杯，来啉。无啦，你无讲叫伊啉，来啉嘛，来啉。伊唱你做你啉。哦，所以甲规杯甲唱来，伊倒伊啉。哦，伊唱可以欠我的。然后还有一杯自己喝。我忘记讲9壶9杯，9壶9杯小道具。来，立马，生气的。金头诶。当当啷哒哩啦啷，哒啦哩啦哩啦当当哩当当。听着金头你地输的，让阮行做满月，赶紧请伊一在坐，阮苦路在金台家，阮苦路在金台家。金头的啊，你毋是讲有人要来大我护礼，人伫倒，你毋叫伊入来啊？哦，伊徛喺你边啊无？来，等一下，
他开始唱歌，你听进去对不对？他开始唱，而且他进来，没有，他起唱的时候你就屏风，比如说这里是屏风，他起唱的时候你就要一半出来，要一半哦，一半哦，一定要一半哈。开始唱。哎，啊，等到你再出来的时候，你再强势，先一半哦哈。所以他唱的时候才一半。英杰唱的时候。来，他唱，好，唱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来，金台欢呼咯，在金台嘅。哎，金头诶，你毋是讲哦，有人要来大火咧，啊人伫倒，叫伊入来啊。啊人徛喺你边啊无？我你看，安尼。哎，你毋是讲有人要来大火咧，啊人伫倒，啊你毋着请伊入来。你伫你边啊无？再看一个啊，看一个三个。你啊，你看，我伫你边啊无？哦，啊伫你边啊无？你看伫咧。无啊。无，伊个我较贵。哦，啊大嫂啊，啊你毋着金箍袂？鸡啊，啊，你是啊？你是左改左，他说给我改下去了。老师，因为他下面要换杯杯，要换杯杯，后面换杯杯，他出来要发疯。哎，走，你是阿教授不？不信汉讲好。不信哈，还比我更好啉无？那命来，你还是有信。所以你的手一定要往后垫。